来继续进段消息，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指控着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透过随和保镖裴志清到中国投资欠人1000多万。郭建明则不满，讲徐卡心是抹黑，伊嘛发声明来驳回，讲裴志清伫2013年投资的时阵，并不是伊的保镖。郭建明嘛委托着律师控告着徐卡心等人刑事加重诽谤。徐卡心回应讲，要告就去告。 跟中国大陆比较熟的只有柯建铭，没有我。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搁再开战民进党团大党鞭郭建明，因为郭建明去年红亚了，透过家己随身的做中人到中国去投资，所借1000万的港票无行，就算郭建明正经驳回讲是假消息，不过徐卡心原来提出证据，证明2013年郭建明随身的裴志清北向香港新源控股公司借4700万台票，成立金耀 控股公司投资南京骨肉经新创公司，一直到2017年，金耀欠4000多万拢无行，所以新源金控就发函要求退股。5年了后，金耀和香港的法院强制清算，就安尼到去年的8月，新源委托律师3届发函和郭建明来讨销，裴志清才签本票申行其中的2500万。 国民党怕了，才疯狂式的来攻击我。不满红抹黑，郭建明驳回，裴志清伫2013年做投资的时，就已经唔是随身的。当时嘛发声明讲，会请律师来控告徐卡心这的人诽谤，涉犯国安相关的法律。佮重申，这指控拢是不实的消息，拢是中国伫咧操作，想要制造台湾的社会混乱。 要告尽管去告，照柯文哲的标准，要辞官，要带电子脚镣。柯总召的随扈不等于柯总召，所以这样子的连连看，我想都应当好好的来审酌。双方个人讲个人的话，即马敢若会当到法庭来对质。 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